来看咱国内健保有登记的血友病，大约有1000个人，以 A 型的血友病人上济哦。因会做一款帮助凝血的一礼拜上济爱做3届哦，影响到病人的生活品质。今年7月开始，健保针对特定的族群扩大补助，让病人改做1个月做1摆第人。透早5点半，阿弟啊，好起来啊！ 今仔注射哦，夭寿无？啊，你今仔血管啊合定啊，找无血管呢？这段话听起来真惊人，不过却是侪血友病患者的日常。血友病患者会有自发性的关节出血，造成关节的伤害，所以侪患者需要定期接受经血因子静脉注射，预防出血的状况发生。但是一礼拜上侪需要做3摆，影响日常生活。我们不是说静脉注射讲起来就是一次就成功啊，要有技巧。 那也有天候的原因，也有年纪的问题。那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困扰。那我们现在打了40年的预防了，这些我们可以打的地方，这些皮肤啦，这些现在我们打针要戴老花眼镜。 今年7月份开始，健保针对12岁以下、各12岁以上出血量达到标准的 A 型血友病患者，扩大给付非经血因子药物的资格。 这款药物摊位传统药物的每礼拜做几落摆，减少到1个月做1摆。因为它半衰期超级长，然后我们可能每2周施打，或每4周或每1周都可以，然后剂量都是一样的，那这样就可以维持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凝血功能，那让病人不会几乎不会再有自发性的出血。 但是医师表示，可能因为健保预算的考量，目前这款药物也无全面开放给所有的 A 型血友病患者。但是在欧美国家，会使讲已经是全面开放，医界也望以后通更加扩大范围。记者郭良水台北报道。